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1月29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香港警方拍算今日解除理工大学的封锁线，昨暗香港民众汇集要感谢美国总统签消停香港的法案。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出反并吞法，要和日军比拼。买手民进党推动反渗透法有顺利送立托审查。薪水2万2虽然已经是过去，不过主计总处打公布讲，1月日赚无到3万块的民众，还是有299万4千几个。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香港理工大学内底上届新的情形。警方连续2日入去大学学校内，讲要收集汽油弹、空气枪这些证据。因嘛讲修正一个好势，就会解除封锁线，骹手嘛会拢摕走。另外，昨暗伫咧中环的爱丁堡广场有济香港人民汇集，因讲要感谢美国总统川普亲笔签字通过迄部《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现场的民众举手机提美国国旗，真侪香港民众2暗时就伫咧中环爱丁堡广场感谢美国总统川普签署《香港民主甲人权法案》，替反送中运动注一个强心针。爱丁堡广场总有10万人来，民众拿唱抗争代表歌曲，愿阳光归香港，拿后更甜。现场嘛唱美国国歌。反送中运动已经5个月过，对川普伫咧感恩节即天送大礼，因是真感谢，嘛无袂记咧继续声援伫咧理工大学内底抗争者。We are here because we knew the United States has passed the act for Hong Kong this morning, and then we're very thankful for that. And we knew that today is Thanksgiving, so we especially want to thank the United States citizens and also th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for supporting Hong Kong and be on our side. We won't leave anyone behind, so they're still working very hard with their own way, so this is the only way that we can support it. 香港警察2已经入去理大学校内底处理危险的物件，开始搜证的工作。因昨暗10点外表示，学校内底找到3801粒的汽油弹、500外罐的化学物品，还有警器甲空气枪等等。29香港警察搁入去学校内底找到超280粒的汽油弹，还有300外支的加速管，无发现留守的示威者。因伫咧今仔日早起10点表示，学校内底搜证工作差不多完成啊，会解除封锁理大。我哋即將咧係會喺稍後時間咧就會將呢個理工大學咧交還翻俾校方去管理。咁我喺呢度重申咧，就係警方係對於一啲以暴力手段或者係一啲犯罪嘅行為咧，係以採取零容忍嘅手段嘅。警方目前當地把危險的物件運出去學校外口，外圍的警察嘛會撤離，理大附近的車路嘛會重新開放。記者綜合報道。鏡頭所等來國內立法院，早起民進黨黨團真拼力要推動這部提防外國勢力來干涉台灣選舉的反滲透法，直接送立托要審查。國民黨這邊嘛全力動員，提出講因嘛有一部反並吞法的草案，要互相比拼。總是加載講國民黨無運用杯葛的手段阻擋會議的進展，買手這部反滲透法嘛是有順利通過，直接送議托。今天是反渗透法的秒文陈阳丁，好，所以我们今天6点钟，民党党团就开始在议场的门口，购议定。民进党党团想要拼伫咧29通过反渗透法草案，伫咧立法院议会进行议托，那连两党早起拢有发布加急动员，另外立委早起7点就出动来占议场主席台，毋过国民党党团嘛出步提出反并吞中华民国法草案，希望讲未来2个案件会当并案协商。我们不会背个，我们会正面迎战，并吞中华民国，包括中国大陆，包括任何国家支持的台独的势力，这部法道道地地叫做捍卫中华民国法案。国民党版本的反并吞法案内底，若是甲敌对组织想要消灭中华民国，会当判死刑，还是无期徒刑。公务员发表言论迫害国体、变更国宪，会当判7年以下徒刑。总统会当追究刑事责任。毋过，民进党立委批评讲，反并吞法这是拍假球，有危险的记录，足以造成让人家这个所谓你有国号变更的可能性的，都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个如何判定？好，那而且这个不就是过去的刑法100条里面所相关规定吗？早起10点，国民党立委全部无入来议场，民进党团伫咧立法院议会提案进行议托，专案伫咧无人有意见的状况之下，无经过表决全数通过。无异做以下决定：
本案逕付2读，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根据反渗透法的草案，若是接受渗透来源的指示，委托关政治现金或者是影响选举罢免公投，上当会当判5档，或者是变扣500万的罚金；受渗透来源指示妨害合法集会游行，上当会当判7档，变扣500万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委员黄国昌，伊出面表讲，韩国瑜的牵手李嘉芬，早前因为老爸咧做婚姻管议员，因迄家有去做着采沙石的生意，讲起来是运用特权咧趁歹心独行的钱银。韩国瑜的办公室这边是回答讲，黄国昌立委讲话就要提出证据，那为着鼓舞选情采用这个步数，韩国瑜这边是袂对咧舞参落去。当初在这边抽取黑沙的李嘉芬家族。那事实上，李日贵先生当时已经是云林县的县议员。提出1994、1999年顶世纪罗水溪空虚岛详细说明当地区沙石场的过程。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表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甲因某李嘉芬的家属早年用特权伫罗水溪偷挖沙石韩国瑜不是立委，这种事会发生吗？动用国家机器。滥用纳税人的钱，在国有土地上搞这种破坏国土的行为，谋取私人的暴利。我不客气的请教一下，李嘉芬跟韩国瑜，这是哪门子庶民？黄国昌指出，韩国瑜是90年代立委，李嘉芬老爸李立贵是做婚姻管议员，设大通沙石行，挖沙石期间，敢若是南环将河川地改做夫妇地，另外伫做议员，立委期间都敢用纳税人钱伫国有地趁钱。伊做总统唔知影安怎，呼吁韩国瑜阿宝都要公开讲好清楚。现在台湾是一个有司法的国家，请他要做任何指控的时候呢，请拿出证据我们不会随之起舞，故意用影射的方式，然后针对韩国瑜的岳父的事情呢。做攻击我也认为非常的不道德。韩办嘛批评黄国昌伫下一届保安局名单排第4，为着冲选前难免会有选举手段，韩办袂得行。李嘉芬老爸的大通沙石行，是伫韩国瑜熟悉李嘉芬进前就有的，可能是黄国昌的查证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韩国瑜，目前民意调查统计起来，伊的民调输蔡英文总统拢有一过啊。韩国瑜煞伫咧 Facebook 刊文章，要求支持者讲，过来若去接到民调的电话，规气拢讲支持蔡英文，互民进党去欢喜甲转票进前工。蔡总统本人是讲，无论民调还是民心，拢是民意表现的过程，伊拢会欢喜心来承认。选战特别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又高出招，自本爱民众唔好接民调的电话，2到半暝又高出招，伫咧面册发文，爱大家接到民调的电话，拢讲挺蔡英文。面对韩国瑜搁再出招，总统蔡英文只是真冷静回应。我觉得不论是民心还是民调，都是人民自由意志的展现嘛。民调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去全力的冲刺，更要强化我们的作为了。民调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就深自检讨。因为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和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呛来呛去，郭文哲讲会使下令民众拢卖等候蔡英文，蔡英文只是简单回应一下。人民有自由的意志不是政治人物可以下令他们做什么事情的，政治人物只能拜托人民做事情最近韩国瑜邀请蔡英文进行政策的辩论，不过一直等无蔡英文的回应。这期蔡英文根本唔敢面对民意，蔡英文也唔是遐尼简单会使去互欺负，伊是回击韩国瑜。他大概没搞清楚，我又不是第一次参加总统大选了，我已经参加了几次的总统大选，每一次总统大选我都有参加辩论，倒是觉得他的政见跟他的承担责任的稳定性是不是要先建立一下？韩国瑜2日上政论节目提出，未来全国45岁以下军公教警校人员，只要申请到学校，每一个人就会使出国进修1年。蔡英文表示，鼓励军公教人员继续进修，会伫咧现有的机制之下斗3工。若去互标出家己的博士论文，真侪错误。伊强调，30多年前所写的论文是用拍字机一个一个拍出来的，论文还有学位拢是真的。记者阿敏金、张玉水台北报道。
韩国瑜本人早起是来到天母陪伴立法委员的参选人去到庙寺行香。伊讲台湾目前的处境就是4字，或者叫苦连天。咱嘛足久毋捌听到人讲迄句台湾钱阴卡目咯。毋过人来问起因牵手李嘉芬的家族，逼去赚彩刷少做特权的生理的风波，韩国瑜是完全拢无说明。牛经准备发射，向定一支传魂箭射入去总统府，一支射入去立法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听基站的路途到台北。29日，立委参选人王志平参拜天母三鞠躬。韩国瑜致辞的时阵表示，听到规个台湾拢海惨，台湾人真久都无听到啥物号做台湾钱用卡目。台湾钱用卡目，所有20年来，这句话已经没有台湾人讲。为什么？太多台湾人民都已经没有钱了，真的没有钱。打破媒体讲的那些民调都是假的，我们现场的民气才是真的，大家说对不对？针对大选的民调继续降低，王志平发声支持者用现场的人气来反击假的民调，所以来甲副手张善政做伙发表国政报告。韩国瑜的重点伫咧产业经济，指出台湾人面对物、苦、忙，伊有信心这份发大财的施政报告会当帮助治理国家。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行业在台湾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跟乐观，我还找不到。韩国瑜除了接走基站拼感情，嘛伫咧政策议题面顶来战蔡政府。毋过因某李嘉芬的家族表出偷乌刷少的记录，伫咧这个真敏感的时阵，韩国瑜是无愿意加讲啥。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换来看台北市长，也是台湾民众党的郭文铁主席，早起伊是提起讲，民进党近来咧话，唔通互国民党部分区第4名迄个去中国做贵宾的退休将领吴思怀当选，但这是无啥可能。郭文铁阁掠话赞讲，若唔将目标刷去攻击排名较危险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安尼嘛较有影。另外，伊嘛坦白讲，票若开出来，因民众党若敢若剩2席个立委，别伫咧政治上就会较无够力咯。台北市长郭文铁接受媒体专访讲，民众党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关系，对亲像有大工厂甲经销商，无独家代理。是伫讲郭台铭伫民众党甲亲民党两边拢有底，尤其伫知影郭台铭甲亲民党合作的时，心中把臂惊一条。访问出来，郭文铁嘛做澄清。因为对郭台铭来讲，如果他是制造商，你知道，他本来就不会只找一家代理商了。如果我们有17名分区的立委。那他愿意帮我占10个也好，总比占0个好，对。所以对我来讲是朋友要多，敌人要少，有可以合作，尽量合作。这几天，民进党发起全民路给吴思怀活动，目标向国民党政党票比159万票低。国民党就讲，要国民党连40分区拢无，根本就无实际。建议好一个更加简单口号来宣传，佮靠西排名分区名单第14名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这个口号不切实际的，他应该说让那个白海豚落选，这个会比较实际一点的。这个所以那个到连国民党连第4名都没有，这就是选战策略怎么讲？我感觉蛮乱化的嘛。所以对吧？我们打选战也要合理的，如果让白海豚落选，或让白海豚搁浅。自认口号好了袂歹，笑嗨嗨。毋过现阶段面对亲民党甲时代力量等第3势力，压力其实嘛袂少。国民党评估，民众党上海可能加出2席，嘛讲安尼未来家己政治路动能就增加。记者综合报道。总是插选举的人，拢讲是为着百姓。虽然大学生的薪水2万2已经是过去，这几档人平均册拄出社会食头路的新人，月金嘛拢已经超过2万8。毋过主计总处打公布讲，1月日趁无到3万的食头路人，是有299万4千几人。专家嘛讲，敢若物价波动，就将这月慢慢起来的薪水烧拄掉啊！趁食人总是生活的担头，游玩也是真重。我做服务业的，大概2万8，但是因为就是扣一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做餐饮服务业已经4档啊，不过月级又还无到3万块，每个月若所费扣掉了，也怪纳学贷。免讲去投资，连欠钱拢无困难。像呢，每个月薪水无到3万的劳工袂少。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月计无到3万的全台湾差不多299.4万人，占全体互人请的就业者32.8%，比去年减少22000人，是创19年来的新低。不过，有寡民众认为，薪水起若得为着物价起价。薪水固定的人生活压力也是真大，物价好像都
跟不上薪水，因为你的物价一直涨得太凶了，尤其房价速度你永远存不到啊。上班族、受薪阶级，他们大概都是外食族嘛。那我们最近的外食的费用确实是明显的增加。业绩无讲上班的人变少啊，也毋过根据人力银行的专家分析，有几个原因，包括连续4年调起基本工资的带动，抑个去年所通过头家伫咧请人的时阵，若业绩无到4万，就要公开薪水的范围。袂当写薪水当面桥这款原因的因素影响，也毋过实际的薪水敢有增加？答案是无。大部分不到3万块，可能还是以一些这个技术门槛比较低的，像一些这个餐饮服务业啦，这些劳工朋友到底主要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政府还是要持续追这样的一个分布啦。另外，非典型的就业人数，伫最近5年来不断的增加，今年是有81.9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7.13%，总历年来的新高。其中受到外送餐饮的服务平台最近正流行的影响正大，也过非典型劳工的保障较少。伫咧最近劳动部已经通过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加保护法的草案，伫今年底进行会当送到行政院审议，非典型就业劳工会当受到保障，预计会当有30万名劳工适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主计总处统计起来，台湾目前月绩无到3万呢，阁有将近300万人。实在国政看到，心内也真毋甘，因为你甲我拢共款，咱是手面趁食的人，手面趁食的艰苦人，有当着要消透心灵的时阵，只有是唱几条台湾歌。永早流行一条讲，今仔日的风真透，头家的面臭臭。常常嘛笑我啥物拢袂晓，我听讲你嘛无介绍，这叫做尻川后咧叫皇帝啦。搁较进前嘛有一条老歌真趣味哦，迄条歌吼，或者食人的头路真正艰苦。歌词唱到尾也讲，有一日我若成功，你若来失败，换我做头家，换你食头路，到时阵月级加倍，谢你好意。当然，这着尻川后咧唱头气啦。毋过这条歌嘛有一个真奥妙、真趣味的所在。这条歌是日本歌改，这条歌的 melody， 国政若小可嗨一下，大家就拢真知影，因为这条真轻快的歌，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原底日本歌头前2句的歌词，或者 China Tango， 这 China Tango 日本话翻起来就是对英语来的，就是中国的探戈。头前2句歌词讲 China Tango。优美喏，有达，就是讲中国的探戈，亲像梦共款的歌词。毋过，咱台湾的作词家竟然有在条歌词甲写歪音，食那探戈，食那探戈，念一个句，煞变做食人的头路。原来这条歌就是歪音改来的啦。实在讲，艰苦人趁食人，我有几句话要来解劝遮的，有法度整公司设工厂，做头家。咱才会前辈，才会时代。头一句俗语话，咱来讲：紧行无好步，紧做无好头路。紧行无好步，紧做无好头路。话安怎样讲？煞毋知影讲较早人俗语咧讲头家一个比，辛劳就爱做甲死。所以讲有当着来咱遮上班，大家结一个好缘，咱也毋通讲想过头，甲咱的辛劳赶紧。想过头，甲因催逼，因为紧行无好步，紧做就无好头路。袂是讲较早的俗语咧讲紧胖无好势，若紧嫁就无好大家。做头家总讲一句，自细汉的时候，阮老爸就常常咧甲我教，讲做头家爱有头家量。做头家若有头家量，辛劳就有辛劳的福。做头家若有头家量，大家相处起来就会久长，大家做伙拍拼。公司会趁钱，头家欢喜，辛劳嘛做了会尽心。毋过时势咧变迁，敢若我靠讲做头家人爱有头家量，有当着也无啥够。毋则讲新闻报纸一日一日伫咧报，一日一日伫咧看，咱嘛是爱争取讲有真侪代志爱翻头倒转来到劳基法顶头，爱用法律来支持，爱用法律来解决，来照顾遮个手面趁食的人。讲到劳基法，咱来讲台中太平一间食品公司。伫咧今年10月，去互拄来食头路一个辛劳检举，讲伊连续上班19日完全拢无休困，公司阁连办劳保嘛甲拖，
尤其伊一个要问详细，公司竟然讲，打即马业务的项目有改变，所以安尼来甲遣散。虽然头家这边有出面赔回，不过台中市的劳工局是讲，这间食品公司确实是已经违反劳基法了。提出剩下员工的班表甲拍卡记录，台中市太平区是防灾食品公司派出行政人员来澄清，无压迫10月份才告知的剩下员工连续上班19天。晚班组长也有跟他说可以排，是他不要排的。他说为什么他不排嘛？是他有急着要赚钱。他就说他没有讲什么，他没有讲原因，但是他就是含含糊糊的说那就没有排，然后后来他就是排到29号这样子。伫劳工提出质疑了，资方伫10月底以业务性质变更为理由来资遣这名员工。资方强调，公司的业务无需要提早到，但是这名员工拢提早到班，嘛拢有算加班费予伊。另外，嘛有依照劳基法来办理之前这相关业务，但是无回应，依法应该强制员工来排假。台中市劳工局只是指出，依照劳基法第36条，劳工每7天当中应该有2天休困，其中1天是例假，另外1天是休困日，资方明显违法。的确发现申诉人他有连上19天的这种状况那另外我们也发现到说，有某位司机他也是连续上了7天那我们去请问那个事业单位，他是说那个事业单位的人力调度不够。剩下员工是今年10月10号到十方在食品公司来做暗班的行政助理，上班的时间是下昼5点到暗头12点，采白班的方式。投诉业成员工表示讲，伊上班的时阵做同款业务内容的其他4名员工，迄个月假拢已排好曾经问过主管却无得到解决。台中市劳工局表示，资方已经违反着劳基法，目前在厘清相关的事情，上关是应罚1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遣散，今年4月，华视嘛有将10个员工撕头路，其中有8个主张讲遣散无理，要争取家己的工作权。买手双方面和解无成，再去因一家人是去行法院提出告诉。华视这边有说明讲，当事人要求的条件，像讲遣散费就要一直立到因退休的年岁，这对华视的财务有较为难，所以才会调解未成，或较就要行官厅。伫律师陪同之下，去台北地方法院提诉华视今年4月份遣散10个员工，其中2个接受，其他8个甲华视进行劳资调解，不过3摆调解拢失败，决定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主张恢复雇佣关系，并欠的薪水。我在华视33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就进来了。4月22号要下班的那一天，我们6点钟下班，5点50分，大家分别的被召集，告诉说。公司业务紧缩，我们的雇佣关系到今天为止。第2天早上，我们所有人的工作就已经安排好了被取代，有些人甚至是刚刚来报到的。提告当事人马会官原本伫新闻部工作，一半青春拢伫华视。伊指出，提告的人有6个外军60岁，这个华视遣散时阵有中国人的就业技师。华视企业工会指出，先遣散是讲业务紧缩的理由，不过其实今年也是申请26个员工，显示讲法有问题。华视对6员工包括尽到安置或者是教育训练责任。解雇是所谓的最后手段。那我们认为华视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完全没有考虑到所谓最后手段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3次的这个就是协调会议上，其实我们都是尽最大诚意来希望达成这个和解。那只是说他们提出来的一些条件上面真的是有一些困难。那举例来讲，像是他们希望付资遣费付到说退休届龄为止。华视强调，公司财务亏损一直扩大，可能就要技师。当初时遣散是依据考绩、工作表现来决定名单，不过对遣散劳工来讲，各家庭甲经济负担，该当去法院由司法主持公道。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备咱先来提醒观众朋友，寒人食火锅，肉路一定要烫好色。来看中国浙江有一个男性，火锅食煞，煞会头壳晕、头壳痛，佫会目白破烂。去到医生馆检查落去，才发觉讲，伊头壳内底尚无有700几只寸白糖。医生就判断讲，拍算是肉煮无熟，就食落腹肚底，才会引起这款寄生虫的感染。天气寒，食火锅就要细腻。中国浙江有一个40多岁男性，正正下班了后去食咸的火锅，结果出现头晕、头痛，半暝个丢。就医检查才发现大脑病变，尚无700多只头虫。电脑部医生研判，真有可能是食到还未煮熟肉，才会造成寄生虫感染。在猪肉绦虫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就会好像
猪一样的这种状态，就是变成这个幼虫呢会穿透膛壁，然后钻到了这个身体的其他器官，包括肌肉，包括中枢神经。那这个案例呢，可能它就是这样的状态。医生表示，头虫的卵大部分寄生电球，或者是伫体内，有虫会带着血行。人若是食到这个无煮熟的牛肉，或者是猪肉，头虫就会活伫小肠，虽然腹肚痛，会闹才会胃肠毛病。但是有虫经过肠仔，构成寄生伫目睭、大脑，会影响视力、抽筋，严重甚至会昏倒死亡。因为中枢神经是我们的中间包含我们的生命中枢，呼吸、血压、心跳。那有时候在不当的位置的话，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医生提醒民众，猪肉、羊肉、甲鸡肉一定要全熟了后才来吃。那牛肉全熟虽然可能影响口感，最近因为有流行病号出现，建议所有肉类也是煮熟了后才来吃，可能降低感染寄生虫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万行食落去腹肚底，拢爱真注意。观众朋友，你敢会记咧？大统中基公司卖歹药的案件发生到今已经6档了。鼎新和味全这2间公司有去告迄当阵交由互因生产的顶手，就是大统中基的负责人高真利。中华地方法院昨日一审判决，讲大统就要大大赔偿鼎新甲味全这2间公司。总是这条案，阁会当上诉者。判决理由主要就是味全公司跟鼎新公司他们对于那个就是大同长鸡所出售的油品是混油，他们对这部分是不知情的啦。因为这个混油事件所造成的损失然后依照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去请求大同长鸡公司来赔偿那本院是就是针对他们请求的部分准许就是大同长鸡公司要赔偿味全公司赔偿6659万5008元，还有赔偿那个鼎新公司7725万2999元。中华地方法院认定讲，鼎新对顶手大统中基交因的油内底有蓝白种成分是无了解，所以才会判决大统中基这间公司就要赔偿鼎新7725万，嘛要赔偿味全6659万外元。接到这项判决的结果，鼎新这边是发表声明讲，虽然经过司法有找出这个事端的真相，总是有真侪误解和伤害，嘛已经造成了。代志就要发了清楚，才袂佫误解。因为今年度全国的高中开始实施新的课程大纲，3档后大学招生方向嘛已经有所改变。会早起，大学招生委员会这边就公布高中生咧申请大学。建议因爱准备的方向，大学招生委员会嘛强调讲，目前各大学是会看高中生伫学校内综合起来学习的成果，咱就来当表现出家己特殊的所在，阁有爱要争取入学的理由，定就会当互人一着。各位同学，咱就毋免伤过头紧张。甲8月底公布草案了后，342件回归意见才个整理过。大学招联会29正式公告，111学年度大学个人申请第2阶段正式的学习准备建议的方向，也就是原本所讲的学习日程参考的项目。87.2% 的校系呢是选择高中自主学习计划以成果化，所以这样的一个选择呢，那也可以稍微给高中的同学呢一个建议，大学端在做入学审查的时候呢，那么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学习准备建议方向有3大内容，授课记录包括8个领域，校系上侪采5个领域，课程学习成果每学期上侪会当团3件，多元表现学生上侪会当团10件，大学上侪敢若看4件。大学部分是强调讲是综合考虑来看学生的动机，还有特质。也请家长跟同学们务必了解，就是补习班的资料，其实我们也都看得出来，所以这样的内涵，它重点不再是堆积你的一个不是你的一个历程。大学是要经好的，唔是要看绩点。高中校长认为，会当甲108课纲的高中教学相结合，而且重点是，这寡拢是学校内底学习。他一定想得很复杂，想到他要包山包海，是不是开始要上遍所有的才艺课？是不是要跑遍所有的补习班 ？No。透过多元选修，23年的深度变化，学生会当更较清楚知影讲想要读啥。高中校长甲大学教授嘛对家长发声，互囡仔试看卖，相信高中甲大学囡仔的其他表现有更较侪机会去互看到。记者综合报道。
环境爱关心，咱来讲高雄林园工业区又搁有排污烟的案件产生。高雄市的环保局查落去，才发觉讲是台塑的林园厂机台放到一半有过样，才会排出迄个倒了无完全的污烟。这也是台塑这间厂这月日第2摆有订单咯。环保局嘛讲，会照管制空气污染的法律落去办，上当听好罚款500万。南山塔出现火光，搁一直放乌烟，第一时间赶到的环保局人员录影。这是28号暗头出现伫高雄林园工业区的状况。初步清查是工业区内底台塑林园厂甲台本的制成跳车，倒伫台塑林园厂因为气体泄无完全来排污烟，将会依照着空污法来办理，相关会当开罚500万。因为制成跳车，所以它的一些废气必须要排放到 flare， 但是因为燃烧不完全所以产生这个黑烟。到时候再看台塑他们提出的一些跳车的一些说明，然后再做一个是不是进行拆除。环保局表示，台本虽然有使用燃烧塔，但是无明显的污烟还有违法的情绪，不过也是会持续来控管。而伫代志发生的时阵，周边的空气品质嘛有派人来了解，等甲无问题才离开。不过台塑林园厂伫这个月初嘛捌因为造车爆炸引发空污来互开罚。唔通互咱林园的乡亲生活伫迄种惊吓、空气歹的品质之下，我嘛希望讲应该爱来召开一个公安会议，彻底来改善这个公安的问题。台塑林园厂一个月出包2届，当地居民质疑着厂房管理无好，要求相关单位要重视。台塑林园厂只是表示，放污烟的原因是因为变压器异常。29号会请工程师、厂商还有台电等相关单位进场来了解，有上新的结果会随对外来公布。记者王刘婷、林昭宽个人报道。再来看蔡英文总统顶礼拜有宣布讲，因为核能发电的废料拢去放伫咧兰屿，政府会补偿因达有的原住民25亿过5000万。毋过早起兰屿一寡头人去到行政院门口开记者会，讲选举时到一到才宣布要补偿，这就是未收。因是1角5厘都无要摕，干来问讲核能发电遐的废料赶紧迁走就好。穿着传统的战斗服装，兰屿部落基佬嘛是总统府驻前的林心武，甲兰屿代表、民间团体代表来到行政院大门口，面对总统蔡英文22号宣布，因为核废料放伫兰屿储存厂，要发放25亿半的补偿金。基佬极动表示，未收1角银，因为因无爱钱，只要核废料迁出兰屿。Wala pancanom na kanama pasangaman ngukam paruta pakanak-nak menyam na tahun pungson. Yamran na do pungson jukuna na iwajenyam kongona menyarpe. 10万外桶的假放射性核废料由原伫兰屿还未迁出，基佬批评蔡总统是讲白贼的人。兰屿代表对执政党伫选举这当时政治操作核废议题，因要严重谴责。反核调解人郭建平表示，因忍无可忍，因为不管向执政迁出核废料一直跳票，民进党企图用25亿半来补偿，是延续实民的手段。延续的东西是过去国民党时期沿用内部殖民的这样的治理手段，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兰屿代表要求执政党应该量早优先处理兰屿核废料储存厂处理甲补偿条例，让核废迁出法制化，明定具体时间甲方案。至25亿半的补偿金应该转做核废迁厂的预算，然后迁走核废料，才有可能实现原住民的转型正义。记者林俊明、曾志成台北报道。食人的欢喜酒，趁人的甘愿钱，万项都爱讲甲甘愿才会久长。中华县政府计划要伫咧鹿港富丽大镇这片主题区的北边开发拍铁厝产业园区，讲要引进较无污染的产业，通好带动地方的发展。毋过富丽大镇的住户内底有超过一半徛名人士反对开发，早起因是去到中华县政府的门口野白布抗议，讲要争取公道。要求撤案。业的抗议布条，鹿港富丽大镇的住户到中华县府抗议，因为县府计划伫咧富丽大镇北边开发产业园区，住户烦恼环境被污染，已经几啊届向县府申请，但是县府嘛是执意要开发，让住户相当的不满。县长，你说是鹿港的女儿，你不会把污染带进去，那是第一污染。
你去翻开所有环保署的规定，什么叫低污染，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还有你上去查所有的汽车制造业被罚钱的有多少？我们怕污染，我们水污染、空气污染，还有劳工问题一大堆会进来。富丽大殿的住户表示，县府捌几个答应会尊重住户意愿，经过联署，总共有354户，超过一半的住户无同意开发，但是县府建设处煞跳票。主计会29号向彰化县环保局来申请，要求环评爱公开公正。我们的这些县府的当然委员基本上环评的这一块，因为是县府的开发案，他们都会进行回避，所以这一案会来进行一个公正的审查。环保团体认为，彰化县的工业区是全国密度第2县，而且工业区内还未用到的土地真多，应该以福德进驻为优先，并不是搁再开发新的工业区。它的开发面积其实只有9.9公顷，然后扣掉因为还有公社的问题，所以基本上能够进驻的厂商可能只有10几家。所以建设处一直讲说是为了要解决产业的问题，这个听起来是大家会觉得非常的荒谬。因为帕蒂厝产业园区开发的面积敢有9.9公顷，依法无到10公頃，敢若需要地方政府家己来环评。环团因此嘛烦恼，彰化县府开发甲环评拢家己来，根本就是球员兼裁判。认为县府应该撤销帕蒂厝的开发案。记者彰化综合报道。人讲会做的生意，未做的生死。台北市内已经经营18档的百货公司京华城，昨正式宣布结束营业。这礼拜6是因开业的上尾日。京华城的创办人沈庆京讲，伊对这项事业有骄傲，嘛有悲伤。对嘴伊阁讲起这个辛劳，初期的安排何去何从？沈庆京再三伫咧会室里讲歹势。创办人沈庆京甲开关变来，已经开18档的京华城，伫感恩节即天收起来。球体建筑的灯正在逐层的熄灭，象征京华城正式熄灯。电梯自10楼一层一层设计，京华城不是全世界上大的球体建筑，也不是全台湾唯一一间24点真久营业的购物中心。1987年，沈庆京想要建造一个民众伫咧暗时也当安全娱乐的所在，京华城就伫2001年开始营业。它曾经是我幻想的骄傲，但是也是我18年的悲伤。每年拢了，互京华城挡袂落去啊！沈庆京讲，家己已经为过去的错误付出代价。问到未来120多名员工要怎安排，伊情绪正激动的讲，唔甘这点责任拍拼的战友。从来没叫我的同仁是员工，他们永远是我的同仁，是我的战友。这样子讲他们是员工，我实在太对不起他们了。沈先生，请用。他们是永远是我的同事啊，不是工人啊。讲到员工，目屎就忍袂了。看到京华城的兴衰，总要讲再见。维京集团目前是继续辅导员工，或者是透过购物中心协会维合适合的头路。京华城伫今年已经公开表示成功，未来会全部跳调改做顶级上班。这礼拜6，也就是30，是京华城最后一天营业。所以今日历史活伫台北人的记忆中。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完，咱来看台南。台南市的教育局近来真拍拼伫咧推动，大细间学校的储备顶要到太阳能板落去发电。按算3档内会完成56间学校，时到通好按台电公司分转来补助学校的回馈金，就超过1000万了。另外，台南市嘛有35间学校的和民间合作，落去建设太阳能的风雨球艇，总是为了环保，大家确实是真拍拼。学生伫教室内底当认真在上电脑课，因为有电风通去吹。学生一点拢袂感觉翕，原因就是校方内底对104年开始就申请校舍太阳能光电设施，唔但会当防漏水，阁会当降低室内温度，互环境阁较舒适。那其实这样子装设之后呢，其实对我们学校最大的帮助就是说它防热，然后也防漏。那对于底下的一个上课的班级、教室的一个温度也有很明显的降低，所以对于学校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置。发电日头光日零是台南市政府重要的政策，几多年来推实有成效。2010年，台南市已经有143间学校伫校舍的厝顶装太阳光电，而且最近台南市政府阁要伫3年内伫56间学校、163栋校舍装太阳能板，预计回馈金会超过1000万。
学校阁会当利用这条钱来整理校园，让学校阁较水，设备阁较周全。能够得到的学校的回馈金大概将近有1000万，那这个部分对学校来讲也是可以节省一部分的开支，让孩子在上面，即使是顶楼也可以降温。那对整个这个绿能的政策附带的对学校呢，也有一些教育的一个意义跟功能。另外，为着让囡仔的体育活动无受到天气的限制，教育部体育署要开1亿4千多万，加上教育局明年编的2250万的预算。要来起半室外球场，而且结合太阳光电，目前已经有35间学校申请。台南市教育局讲，借这个机会推缩年龄，而且让学生有更较舒适的运动空间，打造更较爽快的学习环境。预计年底进行就会就网公开标租。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看南投信义乡推动原住民文化的本土文化协会成立到当20档。今年因特别邀请台东和花莲遐个原住民的部落，大家做伙来举办北部合音的音乐会，用歌声来交陪，真欢喜。嘛向祖灵祈求有丰收，大细汉平安搁顺遂。虔诚朴实的歌声，真足甲听。族人无固定分配伫咧倒一个声部，不过因着足自然的甲音合做伙，这就是布嫩族人北部合音，把是舞步，因伫咧庄严的气氛，向天祈福，望祖灵保庇小米大收，也希望族人拢平安顺遂。在20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在想说，我们在传承布农族的传统音乐，尤其把戏布布这首歌。那因为我们布农族迁徙到花东、高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声音从阿桑这边再集合他们回来一起唱这首歌？信义乡布鲁文化协会举办的北部合音部落音乐会，邀请信义乡明德、罗纳、东部部落，也搁有台东华人的布嫩族人同齐交流。虽然唱法无同款，不过要唱出这么和谐的音乐，人跟人之间就要有够吧才有法度。布农族八部合音在国际上是非常的享誉盛名。那我们现在也在积极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化传承，能够继续让我们这个八部合音巴西布布能够继续的代代相传。传唱祖先留落来的歌谣，布嫩族人虔诚唱出人甲人之间的感情，也甲对大自然的敬重唱出来，望布嫩的文化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祈求祖灵讲心愿，望讲好子孙啊，行行做状元。台中德化国校为着培养学生囡仔读册的习惯，打将图书馆重新规范。即马是装潢甲若像树林共款。目前这已经变作是学生囡仔上爱行骹到的秘密基地。咱做伙来看卖。外口学课的钟声已经响，规定的囡仔幼园唔甘离开，排队等要借册。台中大甲德化国小这座强托站装潢甲敢若森林共款，有各种的动物陪伴囡仔做伙读册。这已经真正是学生囡仔上爱的秘密基地。我觉得这里的书很多，让我觉得很开心。这边的书非常多，也很自在，我有很像秘密基地的感觉。德化国小原地图书馆设备已经真旧啊，直到申请到教育部的经费重新规范。这座强托站开放了后，学生真介意来这行搭，就册率嘛提高真多。我的想法是希望说，我们这共读站它是要一个学生会想进去的一个地方，就希望说它是缤纷一点色彩，所以各位看到里面会有一些彩虹，很多的动物、树木。森林的感觉，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小朋友还蛮喜欢的。校方表示，目前强托站要伫咧试营运，未来会配合无同的计划，向地方社区来开放，要让4可能等的民众买当来享受一个遮尔舒适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讲咱公视台语台头一部家己制作的戏剧《自由的愿望》，邀请3个导演刘共剪。采用美丽岛事件、日头花学生运动，佮有香港的反送中的事件当作主题，完成3出短片的电视剧，会伫咧12月播出。咱嘛大声经过镜头来看台湾真无简单才拼来的民主甲自由。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半年啊，香港人追求自由，也有民主的精神，也正做20多岁少年导演自评的题材，互伊拍算以李明德事件，也有香港反送中为主题，拍一出转来就好的影片。不管是历史也好，文化上也好，甚至是台语也好，我觉得都非常有助于你去认识你的国家。那更甚至于是为什么大家需要去保护自己的国家，然后为什么要守护自己的民主自由。
讲起家己经历过台湾无共民主化过程的故事。三个无共世代导演戴文堂、苏奕轩、朱平齐做伙，讲起因对自由的愿望。改严一直甲民主化，各个全面改选，一直甲即马有法度大声讲出家己的政治主张，经历过那个黑暗，所以你会感觉迄个光真重要。你莫搁甲家己的光搁扎起来。今年60岁的戴文堂导演投入社会运动真侪年，今年拄好是美丽岛事件40周年，伊拍一出合作吹海风的影片，讲起1986年单局因为美丽岛事件去互关了后，吹到海风迄种享受自由的感觉。另外，中生代导演苏奕轩是以日头火学运为核心，伫咧家族无共识这出片，用镜头讲囡仔也个家长伫咧面对国家认同议题的时阵，无共世代对民主自由的想法。对创作人来说，其实我觉得能自由的拍这些片子，其实也都是非常难得。出席伫咧无共世代的导演，拢以自由为题目，希望台湾真无简单得到的民主，会使一代传过一代。三部关系台湾自由的底片，结合做自由的愿望三部曲，12月份就会伫咧公视台记台和观众见面。记者阿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由咱公共电视主办的 Input 世界公视大典，今日伫咧台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黑暗告别，播出12出影片，内容有国家的暴力、毛万项拢取人民济少的民粹，到甲讲科技安怎样改变抗争这个主题，总是要互人伫咧黑暗中看到光明。咱嘛做伙来欣赏。你干嘛？你凭什么？你有什么权利？我在这里寻找是我的自由。当民众伫咧路行的自由拢无时阵，对国家暴力加惊吓，民众要安怎面对？今年的世界公视大典精选开幕影片《消失的律师》，以中国各大逮捕违法律师的指控救事件做主题。日本导演黑柳诚司对伫咧被失踪的律师王全忠的看守日本石身躯边将近1年，记录伊千里顺府的过程，让观众了解中国的马是安怎被法治。就是去天津去找我丈夫的车票。另外一部《受训美利坚》是以美国最近一直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探讨美国发生什么代志。We have multiple casualties inside the synagogue. We have 3 officers who have been shot. 导演理查罗蒂伫咧过去几年持续的报道白人至上运动，记录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是安怎又搁倒起来，搁进入主流社会。对伫咧网络顶的乱骂，到街仔路顶反犹太人的画壁，演变成这台人极端恐怖攻击，和美国正惊怖的多元社会打上影响。也无记录唔是为着要保护，是为要了解受训对倒来，才有阻止悲剧搁发生。今年世界公视大典精选的影展，总共播出12部影片，除了国家暴力、民粹兴起，到科技安怎改变抗争，也带观众看到听障者甲视障者用色彩缤纷的内心世界。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人民甲政府的争端，每一天都在发生。咱来关心区里这国的人民反对政府抗议的运动，上届新的发展。11月28日，民众去到总统府头前抗议总统放任警方夜空气枪出来弹，驶水炮车出来撞，别甲这抗议的人民伤痕累累，甚至有的人佫发觉目睭失明。区里的总统嘛出面应讲，会将代志查好详细。真侪地民众摆是去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头前抗议总统皮涅拉伫中国的18发生抗争以来，记载警方执法，唔但暴力镇压，而且佫向示威者的目睭来开枪。根据地理眼科协会，总共有221个抗议民众目睭受伤甲真严重，其中大部分是去互警方的手灵枪支来弹着。Que renuncie luego y que le hagan un juicio y se haya preso, porque él tiene sangre en sus manos, literalmente tiene sangre en sus manos. Él ha aceptado todo esto. Y sigue haciéndolo, saca unas leyes para más represión. Yo salí de mi trabajo y decidí unirme a las manifestaciones. Y llegando a Plaza Italia estábamos pacíficamente manifestándonos y aparecen fuerzas especiales de carabineros, los cuales empezaron a disuadir a la gente violentamente.
抑个是学生的示威者占布兰诺抗议时阵扣水炮车攻击，地鼠头壳受伤，一对目睭看无。Un enemigo poderoso que es Piñera, las Fuerzas Armadas, las Fuerzas Policiales, las investigaciones. 第二民众10月份先发起抗议来反对地铁起价，啊，毋过后来变做大规模反对即马总统的示威活动，甲百货手夹等等的暴动。5礼拜以来有超过26个人死亡，13000外个人受伤，阁有约25000个示威者去互掠起来。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阁有国际特赦组织小连续发表报告指出，第二警方已经严重滥杀执法，侵害人权。总统皮涅拉嘛同意就相关的案件开始调查，啊，毋过嘛强调面对暴力抗争，像讲手夹也是放火等等的方式，要处理的时阵绝对袂落软。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美国的感恩节迄日，本人亲身去到阿富汗美军的空军基地，要慰问当伫咧遐当地的美国官兵。伊嘛伫现场宣布讲，已经有和塔利班这帮激进派组织咧谈判，嘛相信双方面足紧就会当停止交锋对垒，达成结束交战的协议。川普伫咧阿富汗当地时间28暗8点半到巴格兰的空军基地，伫遮停超过2点半钟，并且甲阿富汗的总统简尼见面。这是川普伊任内第一遍访问阿富汗，伊伫现场发表演讲时阵。讲甲塔利班之间中断2个月谈判已经恢复。路透社的消息讲，塔利班的领袖也证实，顶礼拜已经甲美国的驻侵官员伫咧多哈见面。The Taliban wants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if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got to be a real deal, but we'll see. Bu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they only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you're doing a great job. That's the only reason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华府甲塔利班的停火协议会谈，交嘅时阵，因为塔利班伫咧喀布尔进行嘅恐怖攻击，造成一名美军士兵死亡伫法庭。塔利班为着要重新登到谈判桌，伫这个月中释放2名西方嘅人质。2002年9月10日恐怖攻击发生之后，美军出兵阿富汗。18年来，伫咧当地驻守嘅兵力有到13000人左右。川普迄天也证实。甲驻阿富汗美军裁减到8600人的计划，不过什么时阵开始，抑个要安怎进行彻底，并无明讲。伫咧国内遭受到国会单膝听证的压力的川普，也趁这个落军的机会，再一次甲进前美军杀死恐怖组织 IS 领袖巴格达迪的代志提出讲，也批评欧盟国家到即马也毋甲来自因国家的 IS 犯人领回去。If thousands of prisoners, we'd like Europe to take those prisoners. They have not stepped up to the plate at all. Many come from France, many come from Germany.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 Europe. 因为当地局势依然无稳定，所以川普这段行程正保密。除了媒体按照传统正低调第一次访以外，白宫也搁伫咧川普访问的期间，恶意的习惯伫咧推特顶头发文，以免有人发现破坏川普这边的阿富汗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英国，英国国内大细间的超级市场，本地有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减用寡塑胶袋啊，不过说有讲无行。上届新的统计表明讲，英国国内10大超级市场咧运用来包装的塑胶制品，2年前计共是用去886000吨，去年却增加到90万过3000吨。根据国际环保组织环境调查署甲历史和平的调查报告，去年英国超市的业者算是要友善环境，拢定减塑目标。不过详细结果是，10大超市有7间失败。Lots of supermarkets are looking to reduce their plastic packaging footprint, but this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ir own brand range. 2017年，英国10大超市使用塑胶包装的总量有88.6万吨，到2018年增加到90.3万吨。到3间超市贴地执行，并开始有做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盒仔。Because the companies haven't yet factored plastic reduction into their growth plans, the more products they're selling, the more plastic they're putting on the shelf as well. 这间超市业者表示，因的减塑计划是希望减少一半用量，不过嘛承认确实有困难。We've taken lids off of our cream pots. We don't need them. They're already sealed. But other areas, you can reduce the weight of the packaging, and in some areas, there's no alternatives to the plastic that we use. And we've also got challenges around the recyclability. 另外，虽然这些超市尽量不用塑胶盒仔改卖环保盒仔，不过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卖出15亿个环保盒仔。虽然名叫环保，稍有真侪是一次性使用的盒仔。超市平均每一个人手的拢有22个环保盒仔，
环保团体呼吁英国大型超市对减塑计划应该更较有野心，嘛建议环保路啊应该要卖较贵的。记者综合报道。拄当休困日搁到地，各地头温度，咱做伙来看详细。北部18度到2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0度到26度，台南高雄屏东22度到27度。东部这边19度到25度，金马平湖16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